你觉得冰在冰箱的热狗还算热狗吗冰果。？Bingo！请问你觉得咖啡算不算一种豆浆？算，只要你有心，什么都是豆浆。你可以早上喝咖啡，当它是豆浆啊；你可以早上喝奶茶，说它是豆浆，都弄是白色的啊。你可以说它是红茶，它是豆浆啊，因为它都是一体啊。太棒了，我也是一种豆浆，谢谢。对，你也是一个豆浆，太棒了。你可以说一个比24更好笑的笑话吗？14是什么？没有，这是一个海绵宝宝梗。大猪说什么？小猪说哈。你刚刚是不是说大猪什么小猪哈？这么小学的东西，你想吊我？我以为你在念咒语，我在分他在析。等魔法生效。请问你觉得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？好，你觉得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？先有鸡的屁，你觉得陈火蛇这个人怎么样啊？有点奇怪，当然人蛮好的。